艺术水阁好，搁请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讲台湾话，互国情想起我的囡仔时，过去有真侪宝贵的过程。细汉，阮老爸是骑三轮咧收歹铁啊，伊不时收到真侪山水梨花册啊。国情册啊，敢毋是迄个鉛笔写写的，摕起来咧擦迄，迄个做符啊，原来有人讲做漆啊。啊，漆啊，敢毋是迄个人咧交女朋友咧讲迄句，迄属于较兄弟辈、较无正经的话。啊，册啊到底啥？国情头拄我已经讲啊，山水梨花，有的人摕去立福光规卷，有的人摕去立轻，迄款的古早的台湾话讲做册啊，对啦。啊，当然，阮老爸收真侪册啊，嘛是望讲反啊来收，收个较好价。700价值哦，我就甲你买较贵咧。厝边头尾，我那看着讲，伊收遮侪册啊，会甲问咧，讲5先生，你敢毋知影讲这有的艺术家已经不在世间啊？甚至有的过了100年，这款画连收藏的人嘛离开去啊，因的囝儿孙啊才会拍出来。阮老爸甲因讲，阮出外人、艰苦人、趁食人，家庭饲的饱。阮就已经足万幸咯，阮无迄个扣着，这古早台湾话咧讲，就是禁气，就是气庆。原来即句话是即个意思，无毋对。毋则讲有真侪台湾话，即摆已经罕伫咧讲啊，甚至讲伊表面的意思，甲真正内涵的解说无相像。虽然啦，细汉时啊，真正艰苦，阮老爸伫咧风台天，拢会专工出门。风台天，逐个嘛要秘入来，因爱出门。煞毋知影讲阿库里迄当阵长好价，风雨扫落来，遐看板伊爱去捡，所以风台天伊拢安尼雕工3加暝半，三日爱徛咧，出去外口加减捡看有无？总是艰苦的过程，原来有真侪真欢喜趣味的记忆，有无？有。细汉的时啊，阮老爸因为收真侪古册，我拢去甲编来看。古证啊，你遮咬，你也要看古册？毋是，即句古册，国情头拄也有讲，伊毋是表面台湾话解说的意思。古册毋是用古文所写的册，是讲囡仔咧看翁仔册，甚至是有写故事、讲古的古册有故事的册，啊，到现代人咧讲的小说。国情啊细汉就是想爱看古册，阮老爸才会甲我念、甲我讲，讲你毋通安尼古册对咧看，校所开出来的功课你拢毋做，安尼老爸辛苦拍拼。就无采工啦。